蔡依林在巴黎美得丈夫畫舊地重遊18年前 MV 場景劇透新專輯。記者林成偉台北報道，天后蔡依林日前飛往巴黎欣賞意大利精品 Valentino 2025秋冬大秀。昨14日，她更在 YouTube 釋出蔡依林在巴黎 Vlog 影片中，蔡依林趁着時裝周工作空檔，外出拍攝了一系列的美照，更重返2007年 MV 特務 J 拍攝地。他認真地拿出手機比對，玩心大喺右手擺出手槍的姿勢，重現女特務帥氣的英姿。前陣子，他在代言化妝品的中國直播訪談上，宣布新專輯發售時間點，直接就是訂在下個月5月，並透露專輯概念特別，是很大膽的主題。也是過去沒有嘗試過的風格。此次在巴黎的 Vlog 中，也在無意間劇透了一些新專輯內容。蔡依林在巴黎時裝周邊拍邊玩，工作以外的時間就是享受當地美食及感受巴黎的浪漫氛圍。讓蔡依林笑說：巴黎實在太經典了，要挑戰攝影師，看他有沒有一點創意。不要再拍巴黎鐵塔凱旋門。此話言猶在耳。蔡依林跟工作團隊見到點燈後的巴黎鐵塔，再次被眼前美景打動，還是忍不住拿出手機拍攝夜晚中的巴黎鐵塔。蔡依林邊拍邊笑說：挑戰不拍巴黎鐵塔失敗，每次來都要拍，想說挑戰不拍還是失敗。蔡依林身為 Valentino 全球代言人，這次不單單只是來到巴黎看秀，他還特別準備為創意總監 Alessandro Michele 打造一枚專屬印鑑作為伴手禮。他在巴黎展開一系列時尚拍攝，融入當地美景。蔡依林更網友大讚美得丈夫畫。他在談到在看到 Valentino 的高訂圖片，蠻多想在演唱會或是專輯的 MV 裏頭，希望可以有機會穿到那樣子的服飾，我覺得還蠻搭配幾首歌的，希望他們可以出借。蔡依林更在搭車時，手指推着她的櫻桃小嘴，錄手機語音說：我改變主意了。我想那個用估好了，不要彈手指，似乎是少少劇透專輯新歌的呈現方式，也讓全球的粉絲更加期待他的音樂作品盡快孵出來。蔡依林也在影片中談到自己在不同身份的轉換，在做音樂的時候，是耳朵的敏銳度要比較高一點，做音樂的時候我比較是像在做自己，做時尚周的話需要多人忙幫忙，服裝發框攝影，所有的一切都要到位，需要某一個人設在裏頭，展現他在不同時刻多變的每一刻。